有可能咱会捌吟过，但是这首歌其实是对家己的祈祷，咱求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真正来亲近伊。通常毋是上帝离咱做远，通常是咱甲上帝做远。所以第一句就安尼祈祷讲：主帮助我来亲近你。 来，咱来吟第一集。我来亲近耶稣，以耶稣大好，心内那无比伤，以后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 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甲你。我相信，因为古圣西有，所以我相信咱中间有的人有识。这条歌其实是我最学的时阵吟的歌。迄阵，阮老师叫我教阮祈祷的时阵，就吟这条歌。 求上帝帮咱，互咱拢会当随上对上帝来看，咱拢囡仔啦。不管咱活到几岁，咱拢囡仔。求上帝帮咱，互咱会当亲像囡仔共款来活靠伊。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519首。519首是咱近代的台湾作曲。 词家谢峰老师伊所做的，我相信咱中间可能有的人也真熟，所以咱来吟，等一下是圣诗内底咱来吟2遍，咱求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知影，咱徛伫什么款的土地顶头，拢爱来祈祷。 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传地遍照。为这个小情，愿谦卑困求。 愿主赐我命，互阮cứu救地球。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先可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 天父上帝，你旨意的家，愿毋忘甲喜乐，永远踮我心中。上尾，请咱来献开圣诗第401首。 这条上尾祝福甲齐恳的歌，是中国的作曲作词家李抱枕所写，所以伫顶1世纪，伫中国的基督徒内底就开始流行，随上嘛流行来到台湾，所以透过这首诗歌，假使若有人会当唱迄个另外吼。 第2普标、第3普标以后的顶头是上好，不过咱来熟悉这条歌。
完全的主上帝，无受丝毫永无体，使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也无仰望主的面。永受恩典，永无尽，完全仰主上帝，无受丝毫永无停。我有听有人第三四破表会当吟顶头，我们练一下那个上面的那个哈，有。来向吟第三破表到第四破表，迄个仰望遮吼，会当做伙来吟嘛吼。来，预备，来。仰望主的面，永无尽，全凭主上帝，无受束缚，永无停。来学一遍看卖啊吼，来向吟地当吟顶头的词啦吼，来第三波表了吼，第三波表了，呀预备来，也无仰望主的面，永受恩典永无尽，完全仰主上帝，无受丝毫永无停。那个互相听这个旋律，其实是真水的歌。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伫礼拜中享受，甲伊做伙伫地的喜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咱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你着专心倚靠上主，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的所做，拢得到尊重伊，伊会指点你的路。
这时，咱三甲来唱俄罗的圣诗第150首，我来亲近耶稣。亲近耶稣。请大家起立来应转手。我来亲近耶稣，耶稣多好，心内那无比相依和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见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家里。我来亲近耶稣，因为听祈祷，因为亲近听我下面我心中。我来亲近耶稣，心就见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家里。我来亲近耶稣，因为看我主，无论自己来我拢得以不朽。我来亲近耶稣，心就见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家里。耶稣做我朋友，每日当作伴，教我关心别人，三帮助生活。我来亲近耶稣，心就见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家里。请大家犹原徛伫，咱同齐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圣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伫本流比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父上帝大名，伊要退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看启文第55篇，就是马太福音第2章。我来起，大家三甲来译。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地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地操烦。性命减无是比食面搁较重要吗？身躯点毋是比穿衫搁较重要吗？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建造，无收成。
嘛无蹲去尿湿伫床裤。恁恁减无比这搁较贵重吗？恁敢有人想讲操烦袂当，互恁家己性命加活一时啊久吗？恁若因为要穿什么伫操烦吗？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会大丛，因阁无好，阁无芳质。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这粒花一蕊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地活，明仔互人去迄落着花露。上帝拢安尼甲因糟蹋，伊减袂阁较甲恁来糟蹋吗？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话免操烦讲，阮要食什么，也是阮要练什么，要穿什么，这个拢是外邦人伫追求的。恁的天父知，这拢是恁所需要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来实现。这个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烦恼。明仔的代志，明仔才来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是阮三个来下头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守护宝贵的性命来救赎阮、疼惜阮，伫阮不足甲软正的时，你拢会赐下你的恩典，甲你的话语伫阮的心内。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求你用你奇妙的双手来扶持阮，拍开阮的目睭，来看见你的奇妙。互阮的耳孔嘛会当听到你温柔的声音。这时，阮三甲要用主的祈祷文来三讲来回应主，你会听。阮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认识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的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人，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是伫路加福音11章第1节到13节。圣经顶面安尼写：有一遍，耶稣伫一个所在伫祈祷。伊祈祷的时，有一个门徒甲伊讲：“主啊，约翰有教因的门徒来祈祷，请你嘛教阮来祈祷。”耶稣甲因讲：“恁祈祷的时，就安尼讲：爸啊，愿你的性命受尊重，愿你实行主权，求你逐日赐阮所需要的食物，来求你赦免阮的罪，因为阮家己嘛有赦免所有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耶稣阁对伊的门徒讲：“恁中间有啥物人半暝去朋友遐，甲伊讲：朋友啊，请你借我3块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遮，我无物件要来请伊。你的朋友袂对厝来应讲：莫吵，
门已经关啊，我甲囡仔伫眠床困啊，袂当起来摕互你。我甲你讲，虽然迄人袂因为伊是朋友起来摕饼互伊，嘛袂因为伊迫切恳求起来摕所有需要的物互伊，所以我甲恁讲，求会得着，找会找着，拍门会甲恁开。因为求的就得着，找就找着，拍门的就甲伊开。恁中间做老爸的，家己的囝儿要甲恁讨鱼，减袂掠蛇互伊吗？也是甲恁讨卵，减袂当加糖来互伊吗？恁虽然歹，也袂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儿吗？何况恁的天父，伊一定会将圣神赐互对伊祈求的人。以上，今仔日无所的讲题，就是基督的性命。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即时嘛甲伫线顶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请安。假使咱的身躯边若有兄弟姊妹，也是咱熟悉的人，咱会当用温柔的话，或是温柔的笑面。虽然伊看无咱的笑容，总是咱会当甲你边仔的人、后壁的人、头前的人，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真欢喜看到你。即时开始哦，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拍开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有一个木匠，甲伊的徒弟仔行入一座树林内底。行入这树林内底，远远就看到一丛真悬阁真大的树，然后两个人就挖近来看，才发现这个树的树花、树身的中央生了弯翘扭曲。木匠就停落来，问伊的徒弟仔讲：“你敢知影这丛树是安怎会当生到遮悬阁遮大？”伊的徒弟仔讲：“毋知呢，是安怎？”这个木匠讲：“因为照人来看，这是一丛无路用的树。假使这丛树若生做搁大丛、搁真直，中拢无弯翘，早就互人站落来起厝，做桌啊椅啊。总是就是因为伊弯翘扭曲。”看起来敢若无路用，所以才会互人来留落来。生遮尔悬，阁遮尔水，你甲我可会当伫这个树骹来乘凉风。这个故事其实是中国古册《庄子》内底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庄子伫上尾做一个结论，伊讲。无路用的路用是大有路用，这读起来真饶舌啦吼！无路用的路用是大有路用。亲爱兄弟姊妹，这就亲像基督的性命，因为这个世界咧对咱讲，假使你若无好好将你的时间好好来使用，那安尼你就是无路用的人。总是主耶稣会安怎讲？伊会讲：“来，甲我做伙开一寡无路用的时间吧。”假使咱若要用有路用，或是无路用，来形容基督对性命的价值，那安尼上帝真歹甲咱来讲话。总是假使咱会当伫基督中去经历，
享受甲伊做伙伫地的喜乐，咱才会渐渐发现，原来遐个甲上帝做伙伫地，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敢若无路用的时间，其实大有路用。基督徒相信这样代志，咱的祈祷会互上帝改变伊的心意。总是后来基督徒在祈祷的过程内底，会发现，伫咱的祈祷内底改变上大的，其实是咱这个人。富士德这位灵修作家安尼讲，伊讲若要进入这个家，就是上帝的心的锁匙，就是祈祷。伫这个进程，检测咱袂捌祈祷，总是不要紧。咱的天灵的爸，伊的心是开阔的，欢迎你来入来。只要摕锁匙，就开会入来。迄个锁匙真简单，就是祈祷。路加福音11章第1节一开始，圣经就安尼对咱讲，咱做伙来读看觅啊，做伙来读来。有一遍，耶稣伫一个所在伫祈祷，伊祈祷线时，有一个门徒甲伊讲：“主啊，约翰有教伊的门徒祈祷，请你嘛教阮祈祷。”咱爱知影，耶稣的门徒拢是犹太人，犹太人对细汉就会晓祈祷啊。因的老爸老母家庭生活内底拢有祈祷，是安怎会请耶稣教门徒祈祷咧？原来应该是当时出名的列比，就是这先生，因拢会教示一篇关系伊性命的祈祷文。伊的学生来用伊的祈祷文来祈祷，就表明伊是这位列比的学生。惊说的约翰的祈祷，有可能应该就是认罪甲敬接。穆安德烈这位牧师提醒咱，主耶稣伫遮就亲像开一间祈祷的学校。迄个祈祷的学校，就是先活出一个祈祷的性命。递到这个较无祈祷的人，若想要伫这间学校内底来注册，唔免开钱，只要学门徒共款，伫遮主耶稣安尼讲：主啊，请你教阮祈祷，安尼就会使。祈祷是甲咱目睭看无迄位至圣者来往，是实现信仰得到福气的管道，是咱得到快乐甲性命的秘诀。祈祷是为家己、为别人、为教会，甲为着这个世界。上帝透过咱的祈祷，使官兵，互咱通得到伊的快乐，甲伊家己。总是真歹势。咱爱知影，咱的祈祷拢真有限。我相信有祈祷的人就知，咱的祈祷拢真有限。有当时啊，真形式。我毋知哪会记袂吼，咱的祈祷有当时真形式，真有限。对咱喙内、心内所出来，有时阵常常受咱的罪性、咱的习惯以及当时情绪的影响，致到咱真正时时拢爱求主教咱祈祷。所以咱拢爱做伙来入这个主耶稣所开的这个祈祷的学校。路加福音11章第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耶稣甲因讲：恁祈祷的时，就安尼讲，爸啊，愿你的性命受尊重，愿你施行主权。实际上严格来讲，这毋是主耶稣的祈祷，是主教咱的祈祷。所以耶稣一开始就教咱爱称上帝做爸。新约教咧对咱讲，若要对过去犹太人的祈祷内底找一个甲阿爸，这原文真亲像台语的阿爸，甲阿爸同意思的用法是无可能的。
换一句话来讲，对犹太人来讲，这个阿爸迄个甲伊嘛，拄仔是爸爸甲妈妈吼，是一个囡仔一开始大部分学会晓的话，就是迄个喙学的话吼，上早因学的是即种话，然后即个话是真私人甲亲密的称呼。伫主耶稣教是咱进前，教是学生进前，无人敢用即个词来称呼上帝。这就是耶稣即间基督的学校上特别的所在。主耶稣咧对咱讲，咱的基督毋是形式，也是内容。咱的基督要紧的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伫基督中上要紧的是一种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那安尼，无有一种讲法比阿爸这个台语讲阿爸吼，有当时也是阿爹，有人讲，就凊彩讲啦吼，就是即种阿爸的关系，搁较会当表达出亲密，甲转来到厝迄款的感受。亲爱兄弟姊妹，这拄好讲出咱甲天父的关系。咱就是对圣神来生，成做上帝囝儿的人。因为安尼，伊甲咱有一种关系的连结。伫这个关系内底，这是一个真丰富的关系。伫这个关系内底，有性命，有赦免，有接纳，有祝福，甚至随上伫这个关系内底，嘛有管教。就亲像咱肉身的老爸，这位怜悯慈爱的阿爸天父，嘛会管教咱。就亲像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毋过上帝的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对圣经来看，一个人的名甲伊是啥物人有关系？因为一个人的名就表示人这个人的本质、特征甲人格。所以当咱求讨讲愿你的名受尊重，就表示咱期待，咱嘛毋望人众人拢会当尊重伊、荣耀伊、承认伊圣洁。以西结书36章22节，先知是安尼讲，所以就甲以色列人讲，我至权的上主安尼讲，以色列人啊，我要做的事，毋是为着恁，是为着我神圣的名，因为这个名伫恁去的列国中受亵渎。先知提起以色列人过去受掠，当伊受掠的时，上帝的名伫外邦中受侮辱。随上亲爱兄弟姊妹，到现在犹原是，伫国外真侪人咒诅表达受气，因会使用耶稣的名。我相信咱拢知影，有时阵咱台湾人还袂安尼，总是外国人的思想会使用耶稣的名来咒诅。所以上帝的话其实咧提醒咱，毋通亵渎伊的名。换一句话来讲，当咱安尼祈祷的时，咱是恳求上帝，互咱的嘴唇甲咱的心得到圣洁，咱通敬畏伊，求伊伫咱的性命当中工作，承认伊迄个无法度超越甲荣耀的圣洁。愿你施行主权，这是新的翻译。那句话，我相信咱大多祈祷的是你的国降临。总是咱若提起国，会联想迄个边界、土地、人民甲主权。所以咱若联想国的时阵，总是
要紧的，毋是颠倒，毋是边界，毋是迄个人目睭所看的边界。颠倒是宣告上帝施行权能的时，这还是要紧。当上帝施行权能，会赢过这个互歹的受绑的世界，遐个受肉体压制、受捆绑的人要得到头绑，遐个互病痛伫身躯顶头软者的人要得到医治，遐个承认家己心内丧向、渴望脱离对倒的人，因破碎的性命要得到改变。当咱安尼求的时，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阵会有真侪无力的感受，因为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充满混乱，目的看起来亲像合制一切，国甲国、人甲人一直发生战争。事实上，咱若拍开电视就知，咱差不多每一天拢咧见证遐个流血的事件。然后政府甲商业界的高赞，侪贪污的事件，白道甲黑道，甚至学校，甚至病院甲教会，拢有腐败的事件发生。所以有时阵，咱会亲像约翰伫圣经上尾后的祈祷，伊是安尼祈祷，伊是讲，求为着这个事做证去为讲，着我念边来，阿门。主耶稣啊，请来。是这个祈祷，不只是初代教会甲基督徒伫苦难中的盼望甲祈求，实际上常常嘛是咱伫现代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内底，咱会祈祷，咱会求上帝讲：主啊，请你来，我无法度啊！主啊，请你来。实际上马太搁加一句话，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安尼讲：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这句话嘛真要紧，要紧的是，咱爱知，这就是表示主吩咐咱，当咱安尼求讨的时，咱的祈祷中有2项要紧的责任。第一，咱爱透过祈祷、读圣经，甲咱的生活所经历的，去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二，明白了后，阁无大紧，爱行出来。这真困难，总是就是上帝国临到这个地面上开始的记号。迄个记号，毋是对别人开始，歹势，是对咱这个人开始。所以，当咱安尼祈祷的时，咱会记住咯，是对咱开始哦。咱追求上帝的心意，然后行出来。主祷文的第2部分是关系咱的生活。路加福音11章第3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求你逐日赐阮所需要的食物。逐日是一个真罕见的形容词，神学家甚至认为，这只有路加伫路加福音内底出现的一字，别个所在拢看无。这个真罕见的形容词是表示得要来的即日，得刷落来即日。伫主耶稣的时代，做工的人逐工拢领薪水，然后因的薪水只有供应伊一工的需要。所以主教是咱伫祈祷中爱安尼祈祷，毋是为着明仔载哦，是为着刷落来得要来的即日就好。为即日来祈祷，亲像这个做工的人会祈祷讲：主啊，我通伫即日内底，我知你要赏赐，你要供应。雅各是安尼讲，雅各书第1章第17节是安尼讲：一切美好的赏赐
甲一切完全的运势，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属，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色引起的影。我相信我过去捌吟过歌，迄个歌叫做《上帝无改变的歌》，迄个歌就是对遮来。这个对咱讲啥物货？这个对咱讲，拢是对上帝来。遐个美好的代志，拢对上帝来。随上伫农业时代，搁较会当体会到，就是你偌拍拼咧做头路，嘛无法度有所收成。换一句话来讲，拢爱看天来食饭。伫农业时代是安尼。随上，亲爱兄弟姊妹，我嘛要坦白大家讲，伫现代社会有当时啊嘛是安尼。有时阵咱搁较拍拼，嘛无得较趁有食。总是有时阵，特别伫现代社会内底，咱去骄傲到家己掠做。咱所有的拢是家己会堪一个，咱所有的、咱所赚的，拢是我会堪一个，我家己赚的。兼毋知若无上帝的恩典，咱才会当有食的。因为安尼，这个祈祷文嘛咧对咱提醒，毋通袂记真，咱逐工拢有的是上帝所赐的，是日日拢爱存感谢的心。路加福音第1章第40的下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求你赦免阮的罪，因为阮家己嘛有赦免所有辜负阮的人。罪伫这个祈祷文内底，互人描写做欠债。主耶稣伫马太福音18章23节到35节，这个譬喻内底有安尼讲，伊讲要紧的是人的态度。假使咱也知咱欠主的疼，那安尼人欠亏咱的疼。人欠咱，怎样咱拢爱赦免人，甲放下对人的放下，总是真歹势是亲爱兄弟姊妹。对人生来讲，这实在真歹做会到。真侪人，随上咱拢知影，咱人若欠咱拢会记牢伫心内底啦。咱真歹做会到。会当赦免甲放下，因为安尼，咱拢需要经历主十字架顶的疼，迄个疼要带互咱的洁净甲医治。主耶稣放杀家己，是咱上好的典范。伊爱咱亲像伊共款去赦免，互人也会当得到洁净甲医治。就亲像圣法其实伊的祈祷，伊安尼祈祷讲：，互我做你和平的囝，伫赦免的时，阮就得到赦免；伫放杀的时，阮就得到。路加福音1章第40尾段，上尾主耶稣教咱安尼祈祷，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求你毋通互阮降落。含乐担当袂起的试探。马太佮加上一句，马太福音第6章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救阮脱离迄个邪恶的。其实这个咱也真习惯主祷文，这个祈祷文会真熟。有人认为这个祈祷是主祷文内底，互人上无法度理解的祈祷。敢讲上帝会调工，互咱陷入试探吗？敢讲上帝会互咱，互这个邪恶的来合作吗？随上对主耶稣来讲，遐个撒旦的试探，是质疑伊迄个上帝所疼的囝。迄个身份，上帝
撒旦的试探是用受人欢迎、享受世上荣华富贵、无受苦来起造国度，来试探伊。因为安尼，当咱安尼求讨的时阵，其实是恳求上帝，求上帝帮助咱。当咱放袂记得我是啥物人的时阵，求你互我会记得我是你的囝儿，阮是你的囝儿。当阮的内心有侪奸诈甲罪性，然后这个世间的邪恶的，伊引诱阮、引诱咱的时阵，引诱咱有迄个无需要受苦的道路通行的时，咱通倚靠伊来赢过这一切。主耶稣所来所讲的譬如，只有出现伫路加福音。有一个人半暝来伊的朋友借饼，这个借原文是无利息的借。实际上，伫当时这是一个真大胆的要求，因为安尼主耶稣才会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我甲你讲，虽然迄个人袂因为伊是朋友起来摕饼互伊，嘛会因为伊迫切恳求起来摕所需要的物互伊。这个迫切恳求，伫新的和合本内底翻译做无顾民主、无小民主来恳求。实际上原文佫会当指无连毋知见笑啦。原文佫较歹听，叫做毋知见笑。这个人吼毋知见笑，迄个半暝去搅扰伊的朋友，通讲是考验这个朋友上大的极限。总是主耶稣说了伊安尼讲，路加福音11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所以我甲恁讲，求会得到，找会找到，拍门会甲恁开。这人慷慨的原因，是因为伊是朋友，甚至伊毋知见笑来求讨。当耶稣提起上帝的回应的时阵，这个前提就变了真要紧。人会因为有关系来帮助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虽然提出一个毋知见笑的要求，所以人拢安尼啊。所以迄个更加美好的上帝会愿意帮助。伫这段显出祈祷内底要紧的代志。祈祷是迫切甲真诚。换一句话来讲，连毋知见笑嘛爱祈祷落去。换一句话来讲，咱若感觉讲吼，这种祈祷甲上帝祈祷吼，迄毋知见笑咧，嘛爱安尼来祈祷落去就对啊。所以祈祷对人来看是迫切，甲毋知见笑的真，迄个是你的真。祈祷是安尼，总是祈祷中更较要紧的是咱甲上帝关系。主耶稣真幽默，用蛇、甲鱼、热仔糖、甲卵来做譬如来对咱讲，其实上尾只有天父才知，啥物是咱真正需要的。路加福音第11章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虽然歹，也袂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儿，何况恁的天父，伊一定会将圣神赐予对伊祈求的人。所以，咱求、找、拍门，咱要知咱的天父会回应。总是毋是所有的祈求、求讨，伊拢会照咱求讨的来互咱。C.S. 路易斯
伊讲到祈祷的时阵，有一章的这个主题，就安尼讲，伊讲凡所求的无一定会得到。实际上，有啥物人毋是安尼呢？有啥物人毋是安尼呢？伫今年俄罗斯甲乌克兰相台，咱也知影即两个国家是受东正教影响真深的两个国家。我相信即两个国家拢有基督徒上战场。当因上战场的时阵，因拢会祈祷讲：互阮胜利吧，互阮赢吧，互阮太赢吧。总是咱爱知上尾只有一边会得到胜利。实际上现在来看，就是得到胜利，嘛是真惨来得到胜利。我认为这场战争无一个赢的啦。坦白讲，这场战争战到现在，我认为无一方是赢的。换一句话来讲，无人通得到咱所求的一切，就是使徒保罗嘛同款。伫伊肉体内底有敢若刺共款迄款的病痛，伊3摆求上帝，总是上帝却安尼来回应伊。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个经节，做伙来读来。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看考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点伫我心上。这拢咧对咱讲，咱的天父会听见，会回应，总是伊无得空会照咱所求的来互咱，伊会将更较好的赐互咱。求就互恁。真有可能是当时巴勒斯坦乞食求讨的话，因认为人只要不断的求，总是会得到帮助。总是主耶稣伫遮，虽然有这个 image， 总是主耶稣伫遮来转化这个道话，互咱知真正的焦点其实毋是人一直恳求、一直求讨。真正的焦点是应该爱放伫迄位比世间上老爸搁较疼咱，常时愿意赐美好互咱的上帝。换一句话来讲，伫基督中真正的关键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伫基督中，咱只有倚靠伊，这是一种疼的连结。伊有应允，咱感谢。伊无应允，咱嘛是感谢。我相信主祷文是咱中间拍算有一寡人，这是咧讲我啦。我对细汉就强迫去迄个主日学老师就逼我一定爱背起来的祈祷文，所以咱有时阵会真容易无经过思考。就安尼对咱的喙出来。换一句话来讲，用这个主祷文咧祈祷，有当时啊真形式，有当时啊，总是咱爱知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要成做咱每一个人的祈祷，其实是一项有革命意义的代志。伫这个世间上，咱总是会想要高举家己真帅的名号，维持家己真帅的国度。迄个国度就是照家己会当控制、会当影响的人甲代志，以及照家己真帅的心意来做，就是照我的方式来做啦。伫这个世间，咱拢会想要爱安尼，高举咱的名，照维持影响咱的国度。以及照咱的方式来行，总是主祷文咧对咱讲，咱一开始的祈祷就咧对咱讲，祈祷的大声，无应该是咱的名
咱的国度甲咱的心意是上帝的，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国度甲伊的心意，这才是咱应该祈祷的大声。然后咱感谢每一日，咱知只有伊才是每一日拢供应咱的迄位主，不管是食物或是灵魂，就亲像食物对咱的身体、下面对灵魂，拢有无法度取代的价值。咱需要求讨的是搁较莫互咱拄着会互咱淹死的迄个试探，因为这个世间遐个歹的伤过强大，咱这个软弱的人根本无法度来抵抗。加在只要咱愿意开嘴来求讨，迄个听咱的天父会将咱对遐个恶个、邪恶个手中拯救出来。彼得森牧师安尼讲：假使有人想要随看到成果，伊会真失望。因为彼得森牧师咧讲祈祷，假使若有人想要真紧就看到成果，有时阵伊会真失望。因为假使我若毋望明仔载暗顿会当食到马铃薯，今仔日我才去菜园仔来种，那安尼未得到偌大的功效。栽种甲收成中有隔真长的黑暗，看无甲静静的时，总是伫持续听候的中间，咱犹原需要继续来耕作、来除草、来野肥。祈祷就是安尼，亲爱的兄弟姊妹，祈祷是一个甲这个世间运作完全无共款的行动。伊公开反抗这个时阵，所有的闹钟啊，咧提醒咱讲，煞来爱做啥，煞来爱做啥。祈祷毋是哦，祈祷咧反抗者的，咧对咱提醒。祈祷要成做，咱若愿意开始祈祷，那安尼祈祷要成做咱生命的记号。看起来真慢，总是一种宣告。宣告讲，无论这个世间看起来是遮尔强大，上尾拢爱降服伫上帝的手中。宣告讲，我知我是属上帝的，我是伊所疼的，我爱活出、行出伊所爱的记号。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叫做祈祷的性命。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你知，阮有时阵祈祷到无力，阮有时阵伤过头，掠家己的意思做大声，阮的恳求时常是自私。主求你赦免阮，帮助阮，当阮软弱的时。当阮失去气力的时，甚至当阮无法度去祈祷的时，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持续来向你求讨，求上帝帮助夫妻因带祝福带领。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这时，咱来唱回应的信息第519首，为这块土地完成心祈祷。
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传地遍照，为这个社区，愿强臂困求，愿主赐我命。互阮cứu助祈求，愿全力天父上帝，你成无共你，愿颂香甲悲伤，拢离开我心中，愿全力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毋忘家己路，永远踮我心中。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传地遍照。为这个社区，愿强臂困求，愿主赐我命，互阮救助祈求，愿全力天父上帝，你成无共你，愿颂香甲悲伤。拢离开我心中，愿全力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毋忘家己路，永远踮我心中。请坐，奉献，请简小竹来建议两位执事来施献。这是咱要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顶面，甲咱的 PPT 顶面，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运势，
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阿哥斯1章17节，请。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阿哥斯1章17节，一切美好的赏恩赐，是对天体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雅各书1章17节。即马咱来看咱的周报内容。第一啊，遮有刊登咱本州的服侍人员甲澳洲的服侍人员。若是服侍人员有需要协助调动，请往办公室来通知。第二啊，周间的组织，即马线上有牧神查经班，拜六社学校因游玩有组织。圣歌队即马暂停，妈妈合唱团拜一有下晡时点半定伫705教室，也是有继续伫练歌。即马咱的社区的活动7月初日开始有几落班要开始啊，请咱大家看周报顶面刊登的所在。主要即马嘛是拢暂停。除了陈祖德长老伊成员班查经早时也游玩有开，但是伊的晋升课程即马暂停到6月底。其他咱的小组嘛有现场的抑阁嘛有一寡组织嘛会当参与的大家都拨时间来伫参与。第三也是为了教会小组来代祷，真侪兄弟身体欠安，也是厝内有发生有一寡代志需要代祷，请大家不时来掀开咱的周报来为遮的代志来替因代祷。第四啊是主日的奉献明细，若是有错误有颠达着的所在，请来往办公室来更正。第五页的消息报告，今仔日咱会有发放7月到12月的刑事日。2023年中职候选人的名单已经公布伫4楼的公布栏，请大家去看。后主日第3场礼拜会举行圣礼典。就是李国文甲苏玉玲因两阿母的囡仔李耀胜跟李安杰同齐要接受洗礼。教会的消息，这真重要。咱真侪团体甲组织拢伫顶面有时间表，偷偷去看。但是7月开始，咱第1场是台语礼拜9点开始，第2场是华语11点开始，中间有小组组织，所以伫下骹遮有真侪小组都拢有无一定的时间，但是有伫教会有使用着教室安尼组织的。就顶面遮拢有写，你会使参考看卖。TYPC， 2022年甲今年咱的下季好好是我是爱伫7月13到17就开始营会要活动。16迄日暗时6点半。有一个晚会的呈现，7月17日要上主日学，遮个囡仔要上主日学来参与咱主日学的课程。伫遮咱们牧师的一寡补充报告
好，过来7月到9月份的成安宫，咱即马遐的头本册拢来啊，请兄弟会当去到办公室遐来领取。即马咱的疫情游玩是无啥好势吼，所以请大家拢游玩啊较注意咱即马的安全。所以咱即马社区到7月看咱的情况是安怎，才会去决定要开始无吼。啊，还佫第6点就是咱的平安园，咱教会有买平安园，遮的兄弟请注意遮看遮的收费的标准改变，请注意看吼。具体消息，6月11日，刘希慧牧师已经举行力量规划礼拜完成，但是要搁另日要来做安防礼拜，所以请咱大家为伊一族甲陈英美师母来关心代祷。第2点就是昨下晡牧师甲小会员几位去到有一个99岁牛厝弟兄伊厝内来替伊完成受洗。即马有照片大家会使看到吼。咱袂当参与，但是来替伊祝福，感谢主完成上帝来坚固保守因。第3点咱讲是刘明长老夫妇因的大汉后生陈大军弟兄伫6月27日，迄天拜一，伊伫大有路489号，这所在就是宝山街口遐开一间幼军牙医诊所，请大家来为伊替伊代祷吼，然后需要会使去找伊吼。好，代祷事项就是为了教会即摆礼拜的改变，甲小组的组织有实体甲线上，请咱大家来关心。来参与，求上帝赐予咱有一个健康甲活泼的灵，来共同来建造咱桃园教会。而且，咱伫组织开始应该有真侪的群聚，所以请大家游玩爱挂嘴红、勤洗手、喷酒精。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头一项，请咱下记一号对7月份开始，毋是后礼拜吼，后礼拜佫共款是3场，8点到10点。不过对7月份开始，咱第2礼拜会刷来到9点，所以较早来的我想嘛好啦吼，就是9点，然后10点是咱华语礼拜，佫2礼拜后，咱就要安尼来进行，像是包括小组团契的改变。求上帝赏赐，互咱伫咧改变即个检测是礼拜时间的时，咱的教会的体质嘛会当详细来改变。不过小会其实已经有决定，就是7月份到8月份是无爱餐。咱若有看到迄个形式，你就知吼。真歹势，迄个伊鲁姐爱小慢吼，伊鲁姐讲伊上爱煮的，就是服侍就是爱餐啦吼。阮拍算是9月份了后才来开始，因为7月份、8月份搁小会搁有一寡烦恼吼，所以7月份、8月份会暂时搁无爱餐。不过毋茫透过这个改变，互咱的教会行往另外一个阶段。咱求上帝帮助扶持，互咱的教会搁较亲像上帝所爱、咱所知地，做伙服侍，做伙传福音，做伙敬拜上帝。的一个教会，求上帝帮助扶持，嘛求上帝赏赐，互台湾的疫情会当哪来哪好势，就是哪来哪下骹来行。第2项代志就是，请为着咱的少年，咱的教会少年家来祈祷。后礼拜迄个耀胜甲安杰，其实是因为耀胜是今年对海军官校来来毕业刷落来，伊即摆已经上军舰。
来服役服兵役啊吼。伊煞来是今年对海军官校来毕业，然后现在已经伫海军的军舰顶头，哦，真歹念吼，军舰顶头来服役，所以伊真歹经伊回来的时间，所以后礼拜是调工的啦，就是伊有法度回来的时间，啊，伊已经伫线顶上完这个课，所以后礼拜调工有一个为着因，所以因的小妹，伊的小妹嘛讲好啊，安尼。做伙是安尼，他会伫后礼拜才会举行即个洗礼仪式吼。特别为着因，咱教会这少年家，嘛为着咱教会这青年，因伫7月份要伫教会来举办学季学校，然后昨昏我甲因有去到三民的部落三民教会。嘛已经备办好势，会伫8月15号以后的迄礼拜，伫三民的部落来举行福音队，有确定，上次因昨我带因去参看，所以有确定这个行程，所以咱持续为着咱的这个青年，伫暑期这个活动，虽然有疫情的影响，总是上帝赏赐，互这个活动、这个宴会。拢通得到顺利加祝福。上尾来分享一点昨昏我去到吴厝的厝内底受洗感受，这应该是我头一遍用大字报吼，因为伊已经耳孔动听无啦，所以我已经甲伊的后生就伫遐参详讲这是要哪信用个别啦吼，这个信用问答的时阵是要哪问答？伊后生咧老问我讲吼，我用大字报好啦吼。伊即摆阁有法度看，阁有法度读啦吼，所以是用大字报咧来问。然后小会员在场有伫遐见证，伊就伫遐点头讲好。我上99岁啊，人生真正经历过真侪的风险，对中国。伊要抢无爱，互人强去互掠去，用要做兵啦吼。结果来到台湾嘛是做兵啦，吼，嘛是军官上校来退休，总是求上帝赏赐，互有处弟兄伫这个过程内底，全家拢通得到祝福甲带领。这是咱来因祝福蔡肯的圣诗第401首，完全的主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完全的主上帝，不受属好言不退，属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也保佑我主的天。享受恩典永无尽，完全的主上帝，不受属好永无停。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即时咱大家来行平安礼，讲愿上帝平安甲你送到伫地。